親愛嘅朋友，我嘅摯愛，你哋好。今日係5月12號，星期二，有聲芒嘅時候。咁呢，講返上次有聽過視頻嘅朋友，咁我就工作方面呢，我就俾用4詞語去形容一下發生乜事啦嚇。咁等你加上啲想像力諗下，咁遲啲我再講個故事俾你聽啦嚇。咁唔知你哋有冇聽過故事？中國歷史叫楊修之死呢，同埋古語呢，成日都有云啦嚇，伴君如伴虎。咁相信你可以諗下咩事。咁實際嘅情形呢，等我喺下次嘅視頻再同你分享啦嚇。今次嘅視頻嘅目的呢，就想講翻俾你聽。有朋友問我，最近嘅股票其實究竟呢幾年裡面乜嘢嘢賺最多呢？同埋究竟而家嘅策略應該係點樣呢？認為股市會唔會繼續上揚呢？咁其實有好多嘢可能，如果你有留意股票或者新聞嘅朋友都知道，或者而家你喺畫面見到嘅數字呢，其實唔係好驚訝啦嚇。但係如果冇留意嘅朋友，咁而家如果你揸住啲股票長遠，又就揸住呢啲股票嘅話，咁恭喜你！除咗紅色嗰幾隻麻麻地之外，其他都係好嘅。藍色嗰啲我會講俾你聽係乜嘢嘢嚟啊？解釋係點啊？又上藍色。咁首先想講下指數先。咁美國咧其實有好多指數嘅，同埋投資嘅叫做 index fund。咁最主要咧，不過有3隻最大嘅成日都聽到嘅指數啦，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啦，S&P 500啦，同埋 NASDAQ 斯達。如果你今日咧，我想講俾你聽嘅朋友係咁，當時我就冇見人買指數嘅。喺幾年之前咧，通常都係講股票，所以咧就冇呢個第一行咧，就係講當時叫人幾錢買入啦。喺2020年嘅時候嚇，咁11月咧11號嘅收市價幾多錢啦嚇？咁講咗俾你聽。另外一行咧就係5月11號，即係琴日咧星期一咧收市價嘅時候幾多錢啲股票。咁即係話喺5年半咧，如果你計得出嚟就5年半啦嚇。5年半嘅時間裏面呢，究竟如果你揸住一隻股票或者呢個指數長揸呢個 index fund，咁其實回報率有幾多？記住呢個係五年半裏面計算啦。如果你每一年有啲人用，即係如果讀finance人就知啦，annualized return，咁即係用簡單啲嚟講，要除翻5年半啦嚇，咁就知道一年裏面嚟講呢，有 return 俾咗幾多你，或者簡單啲嚟講，除5年半，即係話 average 喺呢5年半裏面每一年嘅 return 回報率有幾多？其實你睇下，即係其實都幾 surprising 嘅。Covid 咁2020年都記住咧，當時嚟講咧係有疫情發生啦嚇。咁最近咧，如果有聽新聞嘅朋友咧，有一個新嘅疫情啦嚇，咁喺船度發現嘅，咁而家都係唔係好嚴重嘅啫。所以希望咧今次咧又唔會造成呢個強大嘅擴散啦，因為喺2018年、2020年嚟講，政府每一度嘅政府咧，即係吸收咗呢個教訓，同埋學咗呢個措施，希望今次唔會有呢個問題啦。咁如果講得難聽啲，如果真係又發生呢件事嘅話，咁當而家嘅指數非常之強勁咧，亦都會你可以下調預料嘅下調25%啦嚇。而家你問我計算。咁或者要等跌咗25%嘅時候，就係買入嘅時候，或者更加嚴重啲30%，就係你買入嚟嘅時候啦。因為呢個歷史話俾你聽係，當呢個市跌得好慘嘅時候呢，其實就係有機會咧，令到另一次咧，令到你變成一個大富翁嘅時候啦。咁如果你睇翻下指數，而家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俾佢69%啦。冇最犀利咧，其實 S&P 500啦，俾咗你146% return，NASDAQ 咧就106%。咁如果睇翻個別股票嚟講咧，呢啲係我當時講過嘅股票咧，喺2020年咧到2025年咧，我都有講過呢啲股票嘅，但唔係隻隻都有講啦。所以我首先 go through list 再講邊幾隻股票我有講過啦嚇。AMC 咧好不幸地，如果你用5年嘅計算方法咧，其實佢係下跌嘅，到得翻1.41嘅。咁但係如果你記得當時發生咩事，呢個股票點解值得一提或者講嘅時候咧，因為
呢啲 theatre 股票 AMC 啦，同埋一隻 GameStop 啦，咁 pretty sure 一講 GameStop 啲人都記得嘅，就係、基本上咧係一晚人炒佢啦，炒咗佢幾倍咁嚟，個股價咧例如有一隻叫 Coda 係起出嚟咧好犀利，嗰個時段咧係起上去炒幾倍嘅股票，所以當時咧嚟講 AMC 咧都一隻其中一隻有機會炒賣嘅股票，值得買嘅。咁但係咧到最後而家咧就歷史話俾你聽，5年之後再睇呢隻股票做乜咧，就話俾你聽佢其實已經係 game over 啦，唔需要再考慮啦。咁喺 AMD 當時嚟講咧，亦 semiconductor 啊 chips processing company 咧亦都提過要係值得買嘅股票啦。雖然都係 consider 喺嗰刻嚟講咧係話高㗎嚇，已經算高，因為有呢個 COVID 之前咧，其實佢係唔值嗰個價錢嘅，跟住佢起上去，因為冇 chips 啊冇車啦。如果你記得 COVID 開始 recover 嘅時候，就話點解車嘅價錢開始上揚咧？點解有啲股票起上去咧？嗰啲 chips 就因為話因為冇呢啲 chips 就整唔到車，咁所以 supply demand 嘅問題啦，即係供不應求嘅問題。咁所以 AMD 咧就開始睇藍色嘅 chip 嘅 number 啦，NVIDIA 啦、NVDA 啦、TR 啦、TSM 啦，都係起得好犀利嘅。要睇到咧過100%嘅 return 嘅，由11月嘅2020年到而家2026年嘅5月11號。咁所以你睇翻下佢哋都起得都唔係好，即係其實起幾倍真係都幾誇張嚇。咁 AMD 當時嚟講咧，就70幾蚊都要買到嘅喺2020年。咁喺11月嘅時候咧就83.57啦。咁如果你睇下琴日嘅價錢嘅話咧，係458.79收市價，咁400幾個 percent return。蘋果你都喺 Mega 7嚟講咧，你都比較叻勁啦之前，但係咧就宣布業績嘅時候就即係起翻佢上去話 beat earnings 啦，good things to happen。咁於是佢如果你睇翻下咧，118蚊咧，2020年嚟講，而家起到290蚊咧，咁其實起咗148%。咁寶寧咧，寶寧呢個股票我好中意嘅，但係佢哋真係由400幾500蚊咧，真係一個超旺時代咧，係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嘅，得翻90蚊嘅低點嘅時候。咁喺2020年嗰陣咧，其實已經起翻啲嘅156蚊。咁如果你而家再睇翻下咧，佢超過200蚊嘅238蚊，咁起咗50%都唔係好差啦。如果呢隻股票選擇嚟講，咁 DT 咧 ByteDance 就係一隻memory， 即係一種好似 TikTok memory 呢種都係即係唔屬於 AI，但係都係 technology 方面嘅股票。咁佢就唔係幾好啦。如果你39蚊買入咧，而家都係40蚊，都係有3%嘅回報率嘅，但係揸咗5年半。咁Google 咧亦都好強勁啦。咁呢個價錢係計咗 split 嚟計出嚟嘅。咁佢係波88蚊咧當時咧，咁而家起到386蚊，咁所以都有300%嘅 return。咁既然 Google 點解起得咁犀利咧？如果有聽股市嘅朋友就知道，因為佢 AI 嘅方面啦 ，cloud business 啦，令到佢起。咁 JD 咧就唔係幾好啦，京都咁70蚊啦，90蚊咧高點啦，即係跌到低點得翻30蚊啦。咁其實好多中國嘅股票咧，你都見到當時嚟講2020年咧，反而咧中國咧係比較係一個強勢嘅時候。咁但係跟住睇到拼多多，亦都下面 PDD 啊，亦都唔係做得咁好啦嚇。咁112蚊高點咧跌到都唔係爭好多嘅，咁前幾日都有100幾蚊嘅。咁跌到破100蚊，咁其實即係都係蝕錢啦。如果你揸咗5年半，所以有啲股票咧就值得就係可能買賣啦。有啲股票咧或者長揸嚟講咧就會比較好嘅。咁JP Morgan 啦 JPM 咧亦都係105蚊啦，起到300蚊啦，咁亦都有184% return。咁另外我想講嘅係 MGM 啦 ，MGM 就係賭 casino 啦，賭股啦。咁21.7咧起到37蚊啊，亦都高，即係喺回報率咧70%嘅都唔錯。咁如果其實你睇翻下啦嚇，咁再Trip 啦，Trip 就
20蚊啦，但係咧到最近咧得翻9.66啦，咁蝕咗50%嘅。咁再睇翻 NCLH 啦，14.7毫半啦，咁17蚊啦，當時而家係16.5毫8嘅，星期一收市喺5月11號。咁所以話俾你聽，呢個故事好得意，就係意思係 Covid 之後 recovery。如果你買咗股票 CCL 咧就賺錢嘅，都有20% return。但係 NCLH 啦，casino OK 啦，有 return 係咪？但係 trip 啊，你睇 trip 佢咧其實係冇起到上去嘅，即係呢個旅遊業雖然係 recovery，但係睇你買啲咩。但係如果你買 casino，你買 hotel，咁你個回報率的確有上去嘅。但係如果你買咗 trip，你買咗 NCLH cruise 嘅其中一個唔好嘅，呢排 cruise 又有新嘅呢個 virus 出現啦，所以 cruise 嘅股票咧又跌翻啲落去啦。咁所以買投資嘅時候咧，股票的確要好小心，因為如果你唔買佢嘅index fund，關於呢個 commodity 或者呢類型嘅 industry 嘅咧，即係嘅業務嘅咧，咁你買獨單一嘅股票咧，你就要小心啲，因為有啲咧可能佢會起上去，但係有啲佢就唔起上去嘅。OK，咁微軟咧雖然最近其實做得唔係幾好啦，由最低點有360幾蚊嘅，3個月前咧起翻上去咧，430蚊咧一路對高，跟住宣布業績嗰陣就跌翻落嚟啦。咁而家喺412蚊啦嚇，星期一。咁其實你睇翻下當時咧，2020年嘅時候咧，11月咧其實得222蚊，所以其實都有86%，但係佢高嘅時候有500幾蚊㗎嚇。咁target price 仍然600蚊嘅，要記住。所以其實 Microsoft 微軟啊，依然覺得係長揸。即係如果你得翻上面嘅 example，呢啲 semiconductor 股票，你長揸可以俾到你3倍4倍嘅 return 咧。咁 Microsoft 將來亦都會俾到你50%嘅 return 嘅。如果你而家呢一刻買300零蚊嘅話，繼續揸佢等嘅話嚇。咁United Airline 啦嚇，亦都即係旅遊業復甦之後咧，你睇到呢隻股票亦都我有成日都視頻有講啦，30零蚊買。咁而家最近咧最高起過120蚊嘅，但係咧佢而家跌翻落嚟啦，最近96蚊啊嚇，破咗100蚊。咁上個禮拜咧嗰個 virus 未出嚟，都仲有100幾蚊嘅。咁可能有 virus 會影響而家啲飛機啦嚇，飛機行業即係飛機股啦，同埋呢個旅遊行業啦，同埋有可能cruise 嘅股票啦。但係可能係一個機會嚟咧，買翻入去。OK，咁如果當佢唔爆發嘅話，如果真係呢個 virus 會真係開始爆發出嚟，越嚟越多人有咧，咁呢啲股票當然會跌得好慘，可能跌翻即係歷史話俾你聽，有得對比啦。上一次嚟講，2018年嗰個virus coronavirus break out 嘅時候，咁就話俾你聽，咁有機會今次咧會跌50%啦，呢啲股票。咁所以你要等啦嚇，即係你要早退出。我嘅建議係，如果你要揸呢啲股票，一聽到消息開始爆發嘅時候，而家就係得幾個人啫。如果有幾百個人嘅時候咧，咁就係將呢隻股票賣啦。咁可能到時已經跌10%㗎啦，但係冇辦法。咁你好過跌50%，但係跌50%先買翻入嚟。咁另外BRKB 啦，即係你都知啦，嗰個股神咧就話要退役啦。咁呢隻股票咧，佢呢個分佢有份揸㗎啦。咁如果當時你揸208蚊，2020年咧，咁你而家479蚊價啦，因為佢換 leader 啦，係咪都係一個 good news 個 market，咁都有130% return 嘅。OK，咁今日咧就想俾你睇翻即係呢個歷史，話俾你聽點解股票咧咁有趣，就係有啲股票係跌蝕嘅，就算個大市指數起係咪？咁你見到我揀嘅呢幾隻啦，紅色㗎啦，但係有啲股票咧就起到幾倍嘅，所以拉翻勻出嚟咧，所以個指數咧就其實都呢幾年係做得好好嘅嚇。咁我今日想講嘅係 Nvidia 啦嚇，就喺呢個視頻完之前啦。咁而家咧仍然衝緊上219.44啦。咁佢宣布業績咧就5月20號嘅，咁即係仲有
幾日，大約有7日 trading day。咁佢一年新高你222.3，咁我就睇好佢咧，一定會衝上去破一年新高㗎。但係有一樣嘢要注意啊嚇，上次1月嘅時候宣布業績之後咧，佢係190蚊咧，跟住你見到佢就回落去啦，跌落去啦，一個好 deep 嘅 cycle 170幾。跟住佢再上翻嚟咧，又再跌落去一個 cycle 啊，中間呢即係未宣布業績之前啊，再一個 cycle 嘅時候咧，佢又跌翻去170幾蚊嘅。咁你會發現呢個170幾蚊呢段時間啊，其實有呢點同呢點啊爭啲啦。佢其實佢都有上落㗎啦，日日，但係除非你 day trade 啫，基本上咧你係冇喐過冇得賺。但係跟住幾時開始賺咧？當佢開始啦，業績其實即係你睇下呢個 graph，即係其實由4月嘅時候咧，業績之後5月要宣佈啊嘛，係咪？同埋 earning season，佢就真係開始上翻去啦，由170幾蚊。所以如果你有聽過我視頻嘅時候，Nvidia 170幾蚊咧，我話 OK 可以買啦嚇。咁啊，其實真係唔喐咗好耐嘅喎，幾個月都唔喐喎，基本上啊，佢因為佢上翻180幾、190，佢又碌翻落嚟咁。咁其實10蚊係冇得賺嘅，冇乜着數啊，5%啫，增持5% 上落。咁所以如果你等到而家咧，你170蚊到220蚊啦嚇，我睇好佢會上到230蚊啊，或者earning 之前嚇。咁啊，其實即係其實賺50蚊都幾多下嚇。咁另外咧，而家要注意嘅係真係 retail 嘅股票咧，仍然係真係比較差少少啦，lagging 啦嚇。咁我始終睇好 Nike 啦、UAA 啦、Under Armour 啦、Adidas 啦呢種股票。其實 Starbucks 你睇翻下都係，佢跌到70幾蚊換個 CEO，跟住話要改變形象啊。其實你去 Starbucks 你睇下有冇改變咧？我就覺得佢係有一次，我覺得佢啱啱講嘅時候改變咗，之後而家打回原形啦，啲 Starbucks 已經。咁其實即係一個口號啫，只不過咁，但係佢股價咧就因為佢嘅口號咧，由70幾蚊咧上翻去105蚊啦，係咪？咁30%喎，只係喺好短時間啫。如果你睇翻喺半年之內啊，所以呢隻股票有可能喺好短時間嚟緊3個月或者半年之內咧，又會起翻去70、80蚊嘅水平嘅。咁所以我睇好佢。咁如果有希望有咩問題嘅朋友可以寫電郵俾我啦。但係我希望股市嚟講，而家呢一刻仍然係睇佢 earning season，睇佢強勁 bullish。S&P 500咧就有機會咧上到去7600點嘅。多謝各位。